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外金都欠阮的不少，阮只好连某做底下，迄阮查囝囝阮。阿爸，人讲父济囝寒，翁济某寒啦。迄一工我无偌金讨饭，好佳哉你看我讲啦，要无我嘛唔知影讲你大囝是偌金讨的某啊。查囝囝我知道。为着你大囝是要自杀的，我甲求，你应该个感谢唔才对啊！你个爸！你好死！我还做你的邻居，你好死啦！救都救啊！性命对你也难过。哎呀，你快来快点！少年，干嘛？少年啊！什么？有这种代志？是，你赶紧救少年啊！哎呀，我知影哦。较早吼，我讲一寡话，甲你刺惨着，你还搁来怨恨我。过去拢是我唔对，我甲你会失的。阿伯，唔通呢？我甲你会失的。阿伯，你紧起来！我拄仔是咧想，要安尼解决这个代志。哎呀，我看咱即摆爱设法赶紧找这热金宝出来解决，要若无少年强囝的危险。哎呀！爸。我唔惊热金宝迄个小囝伊唔出面啊！小谢啊，有啥好笑？我来你讲哦，你两个好啊，我顾好哦，走。来。
金涛，金涛。啊，严啊，阿飞。啊，有拄着恁兜少爷无？无呢，我嘛四个拢找阮少爷呢。阮坐规暝规日啊，啊，阁无看到人，敢走倒去去？厝内吼，代志是一大堆啦。你是啊吼，个人遮讨钱啦。我即马吼，煞拢毋知要安怎。走。我敢会偷偷走转来？安尼啦，你甲门拍开，我来内底找看觅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咱找看觅啊。哎，你啊，你四个看觅啊。喂，老姚，老姚，嘿呐，少爷回家我找到啊啦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找无少爷人呢。机票哦，我毋知伊买有买无呢。要是我找着阮少爷的时阵，我才叫少爷打电话转去。吼，哦，好。哎呀，啊？哦，阮老爷哦，按迄个日本打电话转来啦。啊，因为伊都毋知阮少爷即摆发生即款代志，所以毋知打电话来问看卖啊，无代志啦。打电话转来上好啦，凡事会使当解决代志。是啦。安尼，无代志啊，我先来。好，无用做你吼。阿爷，阿爷，少爷，你倒来啊！我刚才你办的代志办安怎？我办好啊，护照我已经找到啊。老爷夫人下晡打电话来啦，因为你约几日机票买啊未？啊，当时要转去日本。我过2天就要离开啊。对啦，你赶紧替我穿2件衫。好好，对。金总，你安尼是想要走？你向秀玲行个外市场，你知影无？但若无你变你出面，已经和秀玲去做人质啦。讲要用秀玲性命来逼你行孝。你讲啥物？少年老在伊袂抢头。但是爱变家己。你应该面对现实，解决这个代志才对啊！莫牵拖着无辜的人。我讲，秀玲已经和你。我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其实我听到这件代志，我心内嘛足痛苦。伊讲我会甲伊内爸讲个遐尔绝情，我嘛是希望讲莫去连累着秀玲。有你爱出面解决啦。只不过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，就算我出面解决，共款嘛是无法度解决问题。少爷，你绝对袂使出面解决的啦！遐个人哦，绝对袂遐简单就帮你煞的啦。也毋过我袂当把种经验看着秀玲为了我白白牺牲。就算讲我无得互伊幸福，我嘛袂当搁害。少爷，我讲，我想。即摆唯一会当救秀玲的方法，就是我去甲伊交往。阿姨啊，秀玲后世人的幸福，都交代互你若真正为着秀玲，这代志我来想办法啦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挂包，挂包，我给你们包包。好好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好。
行，咱今日走，那我因等来吼，都袂话，行。啊！伊等来，咱今日走。啊，大叫咱绑这走，唔知有时人听无？伊是讲的。来，啊人嘞？啊你现在从哪里走啦？小妹啊，早就回来了。哎，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江妈，哎呀，你怎么把他给带回家里来了呢？这万一惹上麻烦可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妈，秀玲是阿喜的朋友，阿喜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。现在秀玲遇上了麻烦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，是不是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喜妹，假使你若无方便，哪天我来走好啊？秀玲啊，没啦，你唔要后白想啦，是不是啊，妈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安尼，你先来房间里，你休困，我来甲阿姨讲哈。哦。回家来。你两个是食什么饭的？你一个查某就顾袂好，哈！一个听人说啦，死人了，你赶紧出来哦！是。阿姨，秀玲，秀玲，你两个有啥物话，慢慢来讲哈。我即摆是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已替你想到办法啦。你有啥物办法？除非金土伊出面害因钱，若无因袂放我煞。我已经找到金土啊。金土，伊无可能替我出面，伊根本就无管我的生活。秀玲，你误会伊啊。其实伊嘛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伊即马啥物拢无啊。不过，伊今日甲我讲，会出面解决这个代志。伊对你原来真有心。你莫阁安慰我。我当时捌骗你，秀玲，你是毋是爱金土啊？你毋知要创啥？我是讲，你是毋是真正爱金土？一个查某人得到一个查某人了后，即摆阁有伊的囡仔，你叫我要安怎讲？这嘛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所在，走法愈远愈好。走，我应该走去倒？去台北，你看伊家三妈无？伊将去台北发展，你使去找因，伊安排恁住的所在啦。去台北，这么远阁这么凄爽，我也无熟悉甲半个人。是个是担当，你莫去想遐济，路是人行出来的。我去给你写车票。阿喜，我晓得。你若对我这么好，自细汉，我就知影，要互我照顾你。去台北了后，要家己照顾家己。阿喜。
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去到台北，只要恁两个人好好打拼，我相信有一天会形成这步。阿姨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甲你说多少。好啊，时间无长，咱来。阿伯，哎呀，这是在吵啥？阿爸，阿爸，秀玲，你倒来啊！敢知阿爸一个人咧找你，找啊找袂出小狗咧。还有甲你安怎无？无，我真好。看这要创啊？我要甲金土毕业台北。你咧起笑啊！你家己害家了，你要搁对伊走？迄个死乱唔食囝，可比地沟金受。伊无咧爱你，你知唔知？你袂应该走！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听我讲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秀玲若搁留遮唔走，早晚我拢掠伊做人质啊！恁警察咧做假啦！我已经咧抓人啊啦，而且秀玲唔免为着这代志受伤害。金土有答应过我，会好好照顾伊啦。唔正经的话会听的，交使就会知。阿爸，一人一款命，这是我家己选的，我认命。你认命？你认命，你变得无认命咧！若真心也要对伊走，我着有心当做无补。阿爸，阿爸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阿爸，阿爸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啦，阿爸。秀玲，时间袂久啊，我走袂阿久。爸，等来我才和阿伯解释啦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做你走啦，不要紧啊。你这个当真无我这老爸就好啦。秀玲。